完成了！哇，这个作品啊，真是充满意涵，意境深远呢。如果流传下去，一定会很有价值的。博士，什么很有价值啊？我是说啊，这幅画，这幅画，这个是什么画？哦，发霉，发霉，对耶，上面有白色的点点。博士，没想到你这么会画发霉耶！好厉害哦！你们两个啊，真的很没有艺术天分哎！你们是看不出来吗？这啊，是一群小水母啊，在期待妈妈回家。小水母，所以博士，你的意思是这群小水母的阿美喊莽撞？阿美喊莽撞。没错，阿梅喊莽撞，还记得吗？阿梅就是妈妈，喊莽撞就是还没回来，所以阿梅喊莽撞就是妈妈还没回来的意思。一起练习一遍，阿梅喊莽撞。阿梅喊莽撞，都吼！原来这个是水母啊，可是又没有画眼睛，也没有耳朵哎。对啊，没有眼睛，没有耳朵，你都没有画上去，这样人家哪看得出来嘛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水母的耳朵啊，可是很特别的哦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卡加布列岛。有只身穿七彩衣的鸟对着我微笑。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卡加布列岛。哦，等等，哎，等什么？有地震。没有啊。明明就风平浪静的。真的有地震呢！刚刚真的有地震呢！你怎么知道的啊？我用手感觉到的。手？大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手相吗？我先。这个啥？其实，在水母细长的触手中间啊，有一颗小球，在这个小球的里面有一颗听石，这个听石啊，就像水母的耳朵，它就像听诊器一样，可以听到声音的波动。哦，我懂了，所以水母的耳朵就是它的触角咯。没错，经过专家的观察，水母可以在暴风雨来之前的10几个小时就已经知道，所以啊，它们可以预先找到躲藏的地方。原来水母这么厉害哦！但是我还是搞不懂，博士画的这幅画，小水母的阿美喊莽撞，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啊？没关系啦，有些人呢、就比较没有艺术天分啊，这个价值啊，我懂就好，赞。所以意思是我没有艺术天分？听起来博士的意思是这样没错。可是你看得懂吗？我看得懂啊，小水母啊，还有发霉啊。小水母跟发霉是不一样的吧？就是他们，我跟你说再多，你也听不懂啦。